大家好，呢度係一番萬事屋，我係普利老師。今日我會講下關於香港大部分嘅問題，其實都係一個問題。香港係一個擁有700幾萬人口嘅國際大都會，呢度嘅金融業蓬勃，豪宅林立，但係同時呢，仲有超過20萬人住喺劏房入邊，甚至有啲人只能夠瞓喺棺材房入邊。點解生活喺同一座城市，有啲人住幾千尺嘅豪宅，有啲人就連個似樣嘅屋企都冇呢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土地問題啦。我哋每日都喺度討論香港點解樓價咁高，租金咁貴㗎？但係你知唔知啊？呢啲問題嘅背後，其實都係一個問題造成嘅，就係土地供應不足。想象一下，一個普通嘅劏房戶，每個月賺2萬蚊，就要攞出一半嘅收入嚟交租，剩低嘅錢就要用嚟交通、食飯、水電，根本儲唔到啲咩錢。結果呢，唔單止生活質素低，仲要喺呢個惡性循環入邊，連翻身嘅機會都冇。想買房就更加難啦，就算一對夫妻月入3萬，想買一套400萬嘅納米樓，都要儲10幾年先俾到首期，仲要供30年。咁樣嘅生活邊有可能有希望呢？香港其實唔係冇地，而係土地分配出現咗問題。你知道嗎？其實香港有超過70%嘅土地根本冇用嚟起住宅，而係荒廢嘅新界嘅農地，或者係少數俾地產商控制住。呢啲地產商將土地囤起上嚟，等到價格高嘅時候先推出市場。而政府呢，土地拍賣嘅模式令到地產商不斷咁樣炒高地價，結果就係樓價越嚟越高，普通人根本負擔唔起。而土地問題唔單止係樓價貴、租金貴，佢仲影響到香港嘅方方面面。譬如話，咁高昂嘅租金令到啲後生創業變得困難，佢哋都想開間小店，但係淨係租金就已經食咗一大部分嘅成本啦，好多人連開始嘅機會都冇。結果呢，香港嘅經濟越嚟越依賴地產，其他嘅行業發展唔起嚟，年輕人嘅工作選擇都越嚟越少。仲有啊，劏房嘅環境咁逼，住喺入邊嘅人長期都好壓抑，家庭嘅紛爭自然越嚟越多。而呢啲問題最後都會反映到成個社會嘅情緒入邊，令到大家越嚟越不滿，越嚟越冇希望，造成咗情緒嘅問題。咁唔通土地嘅問題真係冇辦法解決？其實唔一定㗎，只要政府願意採取行動，香港嘅土地問題其實係可以解決㗎。譬如話，首先要改善土地嘅制度。我喺之前嘅影片有講過，其實土地嘅賣地政策係好有問題㗎。佢哋淨係揀咗少數嘅大型地產商嚟開發，令到呢啲地產商擁有大量嘅香港土地。所以政府首先應該做嘅嘢係改善土地嘅制度，釋放閒置嘅土地，同時唔用價高者得嘅制度嚟賣地。其次，政府應該控制炒樓嘅行為，令到樓市回歸民生功能，而唔係一個賺錢嘅遊戲。第三，香港應該推動經濟嘅多元化，發展更加多其他嘅行業，比如創科、文化產業等等，減少對地產業嘅依賴，創造更加多高質量嘅就業機會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土地問題解決咗，樓價同埋租金合理咗，大家就唔使嘥大半嘅收入去供樓，可以有更加多嘅錢提升生活質素。而生活質素呢樣嘢就係大部分嘅普通市民想要嘅嘢。年輕人唔使為咗啲樓而放棄佢哋嘅夢想，而基層市民都可以住到舒適嘅單位，社會矛盾自然會減少，大家嘅日子都會過得越嚟越好。
咁土地問題會造成啲咩問題呢？首先，樓價咁高，租金咁貴，大家嘅生活壓力都會增加。咁樣嘅生活會導致年輕人唔敢生細路仔，甚至連日常嘅娛樂都被壓縮。長久以嚟，大家嘅生活質素同埋心理健康都會有影響。其次，同樣係生活喺香港，上市地產公司嘅老闆，佢哋嘅收入每日以百萬咁計，而住喺深水埗嘅基層市民，一對夫妻每日做12個鐘，加埋埋月薪都唔超過2萬蚊，仲要住喺劏房入邊，廚房或者廁所就係床邊。呢種咁大嘅貧富差距，令到基層嘅市民會越嚟越對社會感到不滿，覺得無論點努力，自己都冇可能翻身。長久以嚟，社會嘅矛盾就會越嚟越大。之後我哋再睇一個年輕人嘅例子啊。小明係一個大學嘅畢業生，入到一間普通嘅公司工作，月薪都有18000。佢嘅小夢想就係買一套有自己嘅樓，但係佢見到樓價嘅時候，發現佢要儲20年先俾得起首期喎。其實小明都考慮過創業，但係高昂嘅辦公室租金令到佢完全冇機會承擔。佢嘅結論就係自己成世人都只可以租樓住，冇翻身嘅可能。由此睇嚟，高樓價唔單止限制咗個人居住嘅選擇，影響咗生活質素，亦都令呢個創業嘅成本居高不下。土地壟斷會限制咗經濟嘅多樣性，同埋限制咗年輕人嘅機會。咁多種因素結合起嚟，會令到香港社會嘅情緒越嚟越唔穩定，而唔同階層之間、政府同市民之間嘅矛盾都會越嚟越尖銳，最後可能會演變成示威或者衝突，令到香港嘅整體形象同埋環境惡化。由此睇嚟，土地問題唔單止會造成樓價貴、難以負擔，仲會衍生咗好多附帶嘅社會問題。亦都即係話，如果解決咗土地問題嘅話，好多其他社會問題亦都會迎刃而解。最後我想講嘅係，土地問題唔係一日之間可以解決㗎，但係只要我哋每個人都關注多啲社會，政府自然就會願意改革。呢個死結係可以解開㗎，因為土地唔係屬於少數人嘅，佢應該屬於每一個香港人。希望有一日，無論係住喺豪宅定係公屋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尊嚴、有希望、有生活質素咁樣生活喺呢一片土地上面。Never waste my time, you are I want. Neither of us wanna be alone.